The first one. 一陣散會，我哋男仔要吉啲 stay 路。我哋已經轉咗。咁啊，係。我哋行呢度。有一個。我哋攞度啊，我哋攞度。你呢度你咁嚟揾一個幾第三排啦。呢個你第三排。咁啊，OK，依家好。一條仔唔係啊，睇咯。我有級嘅佢哋嗰度。佢有3級㗎 ，OK， 所以你哋唔會遮到。OK， 咁家下嗰個你企度嚇，你哋企先。咁嗰個指揮咧就會叫你哋邊個遞高啦 ，OK， 打開。記唔記得？遞高，然後打開，咁啊音樂開始啦，咁啊唱完啦，係啦，你打開咁係 folder 嚟嘅，而家我哋冇晒力啦，係我知邊個啦。唔會，總之咧就冇 question 嘅指揮，我一陣間會同個指揮溝通。我今日同你哋講呢度咧，我一陣間會同個指揮溝通。咁但係到嗰陣時 ，please do me a favor， 聽個指揮話。咁嗰陣時咧就會合作啲，但係冇 question 嘅指揮 ，please 冇 question 佢已經係好夠。我麻煩得佢嘅話，佢係好有分量㗎啦。咁完咗之後咧，佢叫你係咁辦。咁你哋合埋，你知未知？合埋，而家合埋啦，合埋，鞠躬，遮邊隻手，右手，OK， 咁你哋企一樣係咁企，咁我擰翻轉頭係咪？係1、2、3。OK， 我擰翻轉頭，叫你出去。唔好講話，未輪到你就唔好講話。我们请大家留意他们的脸上有些什么呢？每一位都有的，都是戴眼镜的老年人，越老越可爱。我们有请明远校友会蓝天白云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準備到台邊來。哇！有利是啊邊？我都要啊！我都要啊！大家請安靜一下。安靜，安靜，安靜。请你们安静一下，我们要给我们的校友加油，这是不可以说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。谢谢林远的哦，baby，唱得非常非常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洪普国校长为我们颁给朱芳桃平和的朱芳桃。
好，恭喜3位得奖。有请我们的以前個事業好似發咗場夢咁，不如我哋離開上海啊，等我哋兩個永不分開。其實我個心一直都留喺上海。嗰陣時咧，好似今日咁，個天咧就落緊雪，咁咧我哋兩個咧就慢慢行喺呢個路上。有時候好多時我想忘記，但係冇辦法忘記啊！其實你唔應該留喺上海，呢度實在太危險啦。因為呢個恩怨啊，永遠都唔可以解決啊！所以呢，為咗你，為咗我，咁啊你以後好保重自己啊！好啦，咁我哋就睇睇個命運係點啦。許文強，你今日你10日都唔會飛㗎！阿爹，我求你啦，你放開文強啦。我胡經耀啊，講嘅説話啦，從來冇改變㗎。阿爹啊，幾時你想殺文強，你殺你先殺咗我啦你！你仲睇我係你爹啊？強哥，你出賣我！強哥對唔住啊，我落啲槍，你仲當係我係你個兄弟咩？強哥你冇逼我，強哥。阿力，你唔好開槍啊！阿力，危險啊！喂，阿力，唔使驚啦，晴晴，我保護你啊！死我都要保護你啊！阿力，你好似騎低啦〜